因为奥运棒球赛带动全民关注体育，教育部即马嘛要来举办2025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，鼓励全民来培养运动的习惯。另外，体育署嘛针对着9月要成立的运动部来提出要加强辅导甲监督的机制，建立有公信力的运动体系，嘛以运动员的权益来优先。 去年台湾第8个奥运世界杯棒球赛拢有好成绩，嘛带动全民关注运动。虽然负责全国体育的署工是体育署，不过属伫教育部下底。为着要让体育政策有系统性的资源甲专业支持，9月咱运动部要正式挂牌。伫这之前，教育部先透过主办2050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，来提升全民运动的风气，嘛招台电官来做代言人。伊嘛期待未来运动部通为运动争取愈侪资源。 要不要比一场？比一场吧。好啊，比啊！要比，就到总统杯去比。国家要强盛，就是它的运动、它的艺文都一定要很强，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一个未来嘛。所以我希望台湾将来就是一个 very active Taiwan, attractive Taiwan。 为着要落实总统赖清德健康台湾的政见，推广全民运动，体育署25嘛有针对未来运动部提出体改2.0，要来强化体育团体的组织辅导和监督机制。未来各协会运动员委员会，和现役的运动员来参与委员选举，希望建立以运动员权益优先的社会共识。到国人在重大的国际赛事的精彩表现呢，不但让国人热血沸腾。 当然呢，也直接促成了我们要落实总统的政见，就是成立运动部。那么运动部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就是全民运动。教育部表示，除了对组织方面重新塑造体育协会组织的治理文化，建立有公信力的政府体系，来强化运动经济发展，嘛毋忘延续民众对运动的热情，鼓励全民参与，用体育壮大台湾。记者卢尚书郑俊尧台北报道。